台中公园为着要来增加着公园内底乌心亭的乌公水色，台中市政府配合着婚姻馆的监理大王张英铁，驾驭着4000尾监理，即天来举办着关键放养的仪式，为台中公园增加新的生命力。 有大家见证，台中市副市长和建设局长放弃一批金理，要台中公园的绿化变更加水。表示说，我们这一些放养的锦鲤，未来也会获得很好的照顾。鲤鱼大王周先生呢，他也允诺每周呢都会来探望他这些小孩子们。我想，我们共同让他悠游生活在这里。市府讲，管理人是婚姻馆监理大王张英铁，因为去国外出张做生理，才欣赏国外公园是不加美丽，所以台中市 建设局合作促成这摆关键放弃活动，放弃金利的数量是这边4000只。看了看去，没有看到漂亮的公园啦。我心里一直想说，那这个事情我来做。台中市建设局嘛会有民众用目睭来欣赏就好，莫敢吃，莫敢喝，这袂去伤害着因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 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